南投啊，高雄车头的大厅和地下停车场因为漏雨积水真严重，气象署也讲这雨会落到拜五。南韩总统大选是由李在明当选，今仔日随上任这5年的任期，外界也关注伊外交政策方向。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 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南韩总统大选是由李在明当选，今仔日随上任，伊的任期是有5年。在去年这就职演说的时阵，伊就强调讲，绝对袂互戒严这类的代志搁再发生，也讲伊要做全面的总统。包含台湾在内呢，各个领袖也拢对南韩表示祝福。相关人士也讲，李在明上紧在今仔下晡到暗时这段时间呢，就会和美国总统川头一届通电话。 共同民主党李在明以49.42%高票胜选了后，加长江透早随即接入军队统帅权，5年的总统任期也同时生效。接落来，伊甲夫人金惠京同齐前往位于鲁伊岛的国会技术堂宣誓就职就任。南韩是以出口导向的国家，首先李在明一就任就要甲川普达成关系协议，这会使伊真歹有时间休喘。不过，伊伫就职演说中承诺，要成做政治的统合政府，主台柔软的实用政府，首要任务是拼经济。 이재명 정부는 실용적 시장주의 정부가 될 것입니다. 外交方面，李在明阁指出表示重视国家利益，加实用外交，伊也承诺要强化美韩同盟，阁强化美日韩合作。也伫这个基础上，防御北韩核武入侵。不过，有外交专家认为，李在明任内可能同时寻求甲中国参北韩接触，表示伊未来的外交政策会有重大转变。 국익 중심의 실용 외교를 통해 글로벌 경제 안보 환경 대전환의 위기를 국익 극대화의 기회로 만들겠습니다. 굳건한 한미 동맹을 토대로 한미일 협력을 다지고 주변 국가의 관계도 국익과 실용의 관점에서 접근하겠습니다. 단도직입적으로 미국 입장에서는 만약에 중국이 대만을 침공했을 때 주한미군이 그때 출동해도 되느냐라고 하는 얘기를 하고 있는 셈이거든요. 여기에 대해서 우리가 바로 그렇다라고 얘기를 하는 것은 또 중국과의 관계가 크게 틀어질 것이고, 근데 그렇다고 해서 마냥 침묵하는 것은 오히려 오해를 불러일으키고 기회주의 국가라는 평가를 받을 수 있습니다. 总统就职典礼上，李在明甲阿那贝三色领导，红色代表保守派国民力量，蓝色代表进步派共同民主党，白色是其他各党派。李在明想要展现党派团结，补合分裂，这也将是甲洋风波带来南韩真大分裂的这个时阵，李在明上艰难的挑战。尤其虽然伊高票当选，不过得票率犹原无过半，也无会当超过朴槿惠的51.55%。 Also because Korean politic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fractured and increasingly polarized, and getting a larger vote share would increase the legitimacy of a new president. 继续就职演说，李在明登到总统的首尔龙山办公室，公布新政府头一波人事名单，其中共同民主党最高委员金敏淑方提名做国务总理，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拢敲电话祝福。白宫说伫回复路透社邮件时提到。 美韩同盟稳固坚定，不过美国犹原烦恼反对中国干预。虽然美国官员无详细说明安怎会提高中国，不过这会表示犹原互看作是真罕见。公司新闻洪都梅编译。 讲到这个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在咧竞选过程所讲的话，互批评讲伊伤歪中国啊。针对着这韩美同盟的态度就较无坚定，而且又真侪届强调讲，这韩国应该爱和台海冲突保持距离。之前以来当选总统啊，外交政策也受到大家关注。有学者认为讲，这李在明对台湾的态度应该会较亲像文在寅时期，较谨慎也较低调。 南韩第41届总统由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当选，马上就职展开5年任期。伊主张务实外交，在竞选期间被批评亲中，也不对韩美同盟保持较怀疑的态度。未来外交走向引起关注。对韩国来说，它最重要的是韩美关系之后。 这个进步派愿意把中国或者是对北沟通这件事情放入他的外交政策里面，可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亲中的这个概念可以去包含。研究韩国的学者认为，李在明主张南韩利益优先，不过对美关系依然是威胁重点。
不过美韩合作可能会注重处理北韩问题。李在明也真侪摆表态，韩国应该甲台海冲突保持距离。进前被问到，若是中国武力犯台，是毋是会协助台湾？李在明回应，爱等外星人一群地球才会思考这个代志，也引起风波。他不会直接去触及到台海问题上面的言论，他可能会透过韩美关系互动，间接的去执行相关的动作。接下来他执政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两岸议题，我觉得他应该就会恢复到过去的那种低调的方式吧，就是能不碰就不碰，然后可能还是会集中在第二轨或1.5轨外交这部分。学者分析，李在明对台湾的态度会回归到文在寅时期的模式，互动谨慎而且低调。不过，在台韩经贸往来密切的情形之下，台韩关系应该被有相过大的变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不满中央甲地方县市的一般性补助款抬调，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下晡和其他8个南营县市首长去到行政院提出诉愿。那行政院长杜永泰是回应讲，行政院拢是照规定来做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带领云林县长张丽仙、南投县长柯淑华、甲台东县长饶庆玲等南营9个县市首长的代表，做伙去行政院。针对行政院台地方政府一般性补助款递交诉愿书，台中市虽然无提出诉愿，不过也是派副市长陈兆新出席支持。各地方政府都有反映并且表达，地方一般补助款大多都是用在社会福利、教育，行政院却一开口就要砍27%的地方一般补助款，我们拒绝这样任中央宰割。包括了我们基层建设当中啊，我们的水利救灾防灾，那汛期到了，我们到底水沟该不该清呢？河川要不要疏浚呢？我们是要看着我们乡亲面临到这样的一个淹水之苦吗？那也希望我们行政院能够呢尽速的撤销原处分，然后呢恢复我们的补助款哦。呼吁中央退回这个命令，县市首长代表9个人去行政院，由副秘书长李国兴甲诉愿书接起来。这个因无见到院长杜永泰，也那杜永泰在面对记者的时阵，嘛简单回应。院长，怎么来看下午国民党县市首长代表要到政院来提出诉愿，会觉得说删预算是违法吗？我们都照规定来。除了蒋万安，几个外县市首长的代表了后，换去立法院拜会立法院国民党团，嘛佫一概表达心声。其实早起立法院财委会嘛针对地方政府补助的情形排专案报告，嘛邀请全台湾22个县市的代表列席。不过开会进前，调解立委煞是起卡动手，点半钟了后才开始开会。立法院已经大幅删减我们的一个预算，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删减了，只剩下国防、外交和教育是不得不就是删这些弱势就对了啦。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个主计长，没有办法，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主计长强调讲，立法院台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2076亿，其中同案台940亿以上，也若636亿，爱行政院家己调整。不过这项实在有困难，才会台一般性的补助款。强调讲是不得已才会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这黄山河方面和西南风的影响，全台湾这几天拢落雨。那这台东南事件早起因为落大雨，弄倒这个部落的五空洞也卡着规个阴甲车路去。另外呢，昨暗头高雄车头的大厅和地下停车场因为漏雨积水真严重。气象署也讲呢，这雨会落到拜五，明仔载新竹以南华东地区雨有关有可能会落真大。两人相载机车冒险徛伫个水因半个链仔悬的环岛公路，台东南市测试早起落大雨，真侪所在溪水涨起来。龙岛部落五空洞也亏因为排水袂赴，溪水淹到环岛公路。受方面影响，这几天全台湾拢有雨，除了南市公路受阻碍，代替高雄站也因为车山大雨，造成停车场真侪所在积水。高雄市的一个最大的时雨量大概达到47哦，那所以这个集水面积的水下来之后，我们车道下面的节水沟宣泄不及，那造成水满溢，那进入到停车场，那影响到停车场。工作人员摕大扫帚对积水的停车场行向客运车、坐车所在，就看到坐车所在上款是4个拢积水。代替高雄站地下停车场今年已经启用到即阵无到半年，大雨了后，车道的壁全部拢是漏水水痕，地下1楼的车站大厅，也有真侪所在一直到测试早起也伫漏水。天井设计要雨水直接伫这大厅地板积水。
至少以美观来说算是好看的，但实用性的话，可能要再考虑一下。雨势停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把它排除掉，所以大致来说对民众的影响，其实是不大的。民众认为车站的设计恐惊无甲天气甲实用性考虑在内，对此铁道局甲台铁讲会全部来检讨并且改善。测试早起，高雄部分地区有望准雨，中央气象署讲测过透早雨势底渐有较热，日时落雨阁增强，各地落雨情形会继续到拜五。白天的话，降雨的强度有机会再变强一点，特别是在新竹以南地区、花东地区，明天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还是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跟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有估，拜五了后，台湾附近的天气的形态会转做热天，以午后雷阵雨为主的天气形态，也提醒民众出外时要注意降温甲落雨。记者综合报道。虽讲这高铁左营站是高铁代替捷运做伙，不过这高铁甲捷运就无通道相接，真无利便。交通部长陈世凯测试去到左营站会勘，也宣布讲这高铁左营站甲高雄捷运的通道相接一定要来做，也按算明年3月动工。民众坐高铁来到左营站，若是要换捷运，因为两边无做相连的通道，就要先起来2楼车头大厅，搁行出来车头外口。坐电扶梯落去地下坐捷运，安尼爬上爬落，若是行李够大包细包，对民众来讲是真无利便。应该是看个人吧，如果年轻人是无妨，那如果便利的话是老年还有幼儿。只是或是说行李带很多的人，当然是很便利。其实当初在去高铁左营站时，都安算高一个连通道空间。不过因为高铁新完工，载运局一直无法度确定相连通道要做安怎，所以才会无甲代替同款同齐做好。交通部长陈世凯测试来左营站会勘也当场答应，高一个连通道一定会做。目前按算明年3月动工。搭乘捷运直接来到高铁站，就可以透过捷运下面的连通道直接进来到高铁站。不用再到上面的楼层再下来。部长亲自宣布，预计明年3月动工。未来对高雄有3大指标意义：第一，带动演唱会经济效益；第二，民众转乘运输更方便；第三，人才疏散更安全。未来工程会伫高铁月台做电扶梯，对地下1楼通去高捷车头。高铁公司表示，因为会影响到高铁的正常营运，每一座月台的时间有限，工期可能会拖到3年。目前也搁伫咧规划阶段，会尽量来缩短工时。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同款是高雄的左营，伫咧左营大路遮的一大巷仔底，半个月来有2个民众互共一只乌犬攻击甲受伤，甚至其中一个民众还佫伫咧住院。这动保处接到通报，今下晡也去到现场稽查。除了依照这动保法甲这主人罚钱以外，也当咧考虑讲要强制甲这只乌犬掠走。正脚流血流滴，倒手的空喙舔几啊针，也伫咧住院疗伤的老先生安怎也想袂到。只是初暗晡挂出，才踏出家门，就互附近居民饲的达犬扒起来，夹着伤，互伊搞打，心犹原真惊。一开门，狗就突然冲上来，后面细窝有大概8、9公分的撕裂伤，腰部的，医生说也有一个撕裂伤。伊个拢无暗喙暗，伊讲拄仔因祖囝，你一个囡仔人带迄只狗出去，伊野性用野开，伊无法度去控制，所以讲伊夹着即个阿嬷。代志发生伫高雄左营道路这个巷仔内，住户表示，攻击人的达犬并不是头一摆咬人。经过月17号夹着老妇人脚勾打，也包药布。因为附近住户真侪是高龄长者，达犬半个月连伤2个人，互里面是心惊惊。动保处协报了后，测试派人到场确认狗仔状况。快搬家，这是第一个件事情，因为这边都是老人或小孩，还有这么多居民进出。第二个就是看看有没有朋友，有没有看他们希不希望有狗可以帮忙顾家里或顾工厂。除了保处找人收养，市府表示，目前3只达犬伫厝也讨看守，确保未冲出家门。也毋过连续发生攻击事件，互动保处除了开发，也考虑掉强制物的处理。动保法第20条规定，出入公场所及公众得出之场所，须由成年人伴同，牵1.5公尺以内系绳，以及佩戴透气口罩。违反者将依同法第29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捌发生几件攻击事件的比特犬，还是即摆达犬，拢互农业部列为危险犬种。动保处提醒民众，不论饲什么款的狗仔，拢爱考虑客家条件适可为环境敢是适合。同时，先前饲主的执照挂出时，依规定做好防护，避免发生类似攻击事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来看台中乌节有民众指控讲，因厝内面印尼看护会虐待老大人，因也有向这中人公司反映，不过公司说讲这是以看护个人的行为，家属落尾是去提告。因那台中市政府和警方启动调查，上济会当甲这看护一个业者罚45万。已经超过80岁有阿兹海默症的阿嬷倒伫厝里的眠床顶，负责甲照顾印尼籍看护煞是熊熊甲伊乌白拍，阿嬷疼甲哀哀叫。住伫台中乌日的杨小姐，今年3月透过中人请着看护来照顾阿嬷。这个月初1，原底因为袂记得敢有甲阿嬷注胰岛素，吊监视画面出来，才发现到这件代志。他会就是打阿嬷头啊、脸啊、胸口啊、脚啊、肚子都有。仲介回我这是看护的个人行为。仲介公司完全没有责任吗？那人不就是从你们仲介公司出来吗？怎么会有这样的答复？家属指控今年3月请到的外籍看护有真侪间乌白拍阿嬷的代志，事后中人将看护带回去，说是连一句回事咧都无，所以家属决定要报案提告伤害。伫咧中华中人公司并无对外说明，因为台中警方是已经展开调查，而且将看护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老妇人疑似遭看护伤害案件，立即受理，并展开调查。另外，依职权通报台中市政府社会局。有关嫌疑人涉案部分，本分局近日调查完毕后，将函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他如果没有善尽管理责任的话，是依就业处罚6到30万元。那另外外国人的部分的话，他最重的话是会被限免出境，然后不得再于中华民国境内工作。台中市劳工局甲社会局嘛拢启动调查，若真正有虐待行为，这个看护是涉犯老人福利法，会当罚3万至15万块。除了面临刑责，嘛爱强制出境。袂当过来台湾食头路，因若中人公司是涉犯就业服务法，无尽到管理的责任，会当罚6万至30万。所以来市府嘛协助家属来申请照护哮喘服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中华分园是台湾保育类动物石虎的生态地。顶个月呢，有农民翕到这石虎妈妈带囝去到街钓要找食画面，所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一只石虎爬过街钓的墙围，边个有石虎仔囝。换另外一个角度看，石虎入来街钓了后，踅来踅去，咧找觅伫树仔顶的鸡。实际来到街钓，加当看到石虎爬悬撩过分只。网仔的所在哪有咧？乌网的所在哪有咧？叮当，就去鸡仔藏伫内底，走落去要去摸呐，发觉哇，一只石虎都跳出来。我去惊到，伊嘛甲我惊到安尼吼。中华分园乡这位街钓，去年开始发现有鸡仔咧减少，顶个月民众搁伫街钓看到石虎，随通报中华县政府采摄影机监视，果然翕到石虎妈妈带囝咧找食画面。这嘛是中华县去年5月启动生态吉普以来第5件的石虎通报。这个妈妈吼，会教迄个细只石虎吼，安怎去爬迄个围网啊，找攀来问入去，影像是非常的特别，甲迄个珍贵啊。嘛是因为有翕到，所以讲证实讲，确实有石虎咧去大哥的家钓内底来偷食鸡啊。如果那个家禽户他有发现自己的家禽遭受攻击，就可以通报给县委这边。目前家禽户通报有5件。然后有2件有拍到。计划的执行单位表示，因咧监视的过程，拢有翕到足侪笼动狗，甚至有狗仔咧掠石虎的画面，可能会造成石虎受伤。因认为笼动狗对石虎野外的生存是真大威胁，嘛呼吁民众莫伫外口饲笼动鸟犬，若有饲宠物的，嘛一定爱看守啊。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网友讲，这古水事实上是真危险的。这桃园龟山呢，昨半暝有规定牛伫咧车路顶头乱扫，险险去互车弄到。警方接到通报了后，赶到现场，到协助把这个牛赶倒转去。要若这顶牛的主人同款爱食罚单。初三暗时11点，伫咧桃园龟山中义路2段，有规定的牛伫咧车路咧乱扫，差一点就去互经过的车弄到，看到是真危险。龟山分局的警察嘛是头一摆接到有人报案讲，有规定的牛咧车路顶悬乌白走，行来行去，因随派人赶去现场协助把这个牛赶转去。我早知道都关在里面啊，跑是一定会跑出去的啊，再为怎样好，它撞出它也会撞出去啊。这个牛伫咧树仔骹觅虎，因的牛条离代志发生的地点差不多200公尺。主人讲伊有甲围起来，不过因为牛的气力真大。赶快会甲围查弄歹去走出去，附近的厝边是直直倒数，即马决定要再离开，别阁饲啊。
本案事主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84条，本所依规定自担举发。警方呼吁事主务必将妥善管理家事。违反动保法之余，甚至还有民法、刑法上的一个责任。那这边呼吁我们的事主，针对你们管理的动物，一定要适度的一个看管，然后做好保护措施。针对牛走去车路的情形，警方讲，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若无好好管理，隶属动物或者是宠物伫车路黑白走，妨害交通者，会罚所有人或者是行为人300至600块的罚款。嘛，呼吁主人都要好好管理厝内饲的动物，定期检查维查，避免动物走去车路的危害民众的安全。公视新闻洪报道。民进党的陈后壁伊去互指控讲，进前在做立委的时阵，甲这联兴国际物流公司逐个月提几落班，帮助厂商来推动这相关法修法。去年的这乌生钱有400万，伊含伊的太太也互查到讲，涉嫌侵占台湾正宜兰发展协会一部分的公益款项，把检长去敲约谈10个人，落尾呢，陈后壁去互城下禁见因太太80万交保，业者是300万交保。啊，那陈后壁的羁押店暗时8点要开店。人家说你贪污，你有话说。你拿了多少钱？民进党将立委陈后壁告行路，无任何的回应。即卖伊加入去涉嫌假钱的风波，红指控去年收乌生钱400万，去检方约谈，信后城下禁见，按算初4暗8点调开羁押店。我想要澄清一下。即届去红指控共乌生业者是联兴国际物流姓洪的前董事长，信后300万交保，伊嘛是货柜码头的营运商。涉嫌伫陈后壁做立委的任内，逐个月汇几啊万块的乌生钱，换陈后壁斗相共推动相关法修法的代志。民进党中央党部前秘书长柯仁图等人涉嫌办案白手套，嘛是这波新闻的对象，以30万交保。不过陈后壁的幕僚讲，当初以产业全体国家发展甲公共利益，加做优先的考虑，并无独立特定的企业或者是个人。不会担心委员被收押。现在陈后壁因牵手共快去互约谈，透明复审了后，以80万交保。检方毋若查假钱，嘛发现陈后壁伊成立的台湾正宜兰发展协会，理事长是挂因牵手的名。不过部分的捐款，若像流入去私人的袋袋内底，涉嫌犯公益侵占。目前这个协会已经解散。这一次那个委员他好像就是出了这些事情，你会觉得很讶异吗？还是？对啊，他都做公益了。为涉嫌假钱到侵占，争议是小煞逼出来。因为陈后壁进前还佫加入去 IMB 诈骗的风波，自救会成员几啊届控诉伊嘛有参与。检方这届敢会做伙来侦办，甚至找到相关的事情嘞，嘛引起关注。这2年来，检警一直都是毫无下文呐，很多时候真的求助无门呐，非常强烈要求检方不是轻轻放过。陈后壁的风波不断，检方今嘛向涉嫌犯贪污的收乌生钱、财产来源不明，还有洗钱、防治法等等的罪嫌来侦办，嘛持续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推动中正路、建国路改路名，有地方首长就批评讲，这改路名是无必要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今日就强调，无希望造成社会对立，也就爱加强沟通。不过被党拢唔来推动，那这改路名的经费公是无法度预估的。不过内政部呢会用出管基金的预算来协助。要沟通，好，不能够不推动，所以这是我们的立场，那也没有改变。内政部长刘世芳就算无大响的，也是强调讲转型正义的工作一定要进行，包括以中正甲经国号名的街路爱改名。不过连续几啊天，国民党这个县市首长是真反弹，认为改名唔那是改路名，包括户口、门牌、证件等等的户政记录拢爱得咧变动，这爱开偌济钱，恐惊是真恶估算。没有办法预估道路要改名的部分呢，每一个县市政府都有它道路改名的自治条例，内政部乐于协助的部分就是促转基金的预算来协助。你讨厌看到蒋中正，那你那个100块的钞票每天看到你改钞票啊，大家靠欺骗嘞，讲那个什么一次补助10万块，小儿科啊，因为改一次新台币的版要500亿，他不敢讲啊，所以这个就说。跟这个这把心赢啦。唔那是新代表，在野党嘛，即支讲，敢讲连国军 IDF 建国号战机嘛要做伙改名咧。
刘世峰强调讲，内政部干那负责地方政府的部分，民进党嘛表示，路名要改唔改是由地方政府决定，中央依法补助，唔免讲到迄边去。改路名的权责是地方政府，社会到目前为止，显然共识仍然不足。这更让我们深刻的体认到，转型正义的努力跟推动是不能终止的。处理违款上顶真做难题。内政部强调，听诉正义、转型正义，还有地方为基层到顶悬的沟通，每一部分拢真要紧。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劳动基金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影响，今年前4个月是了1990亿，那新制劳退基金了1305亿，平均每一个劳工是了10103块。劳动部长洪新汉今日表示，劳退有保证收益机制，袂去影响到劳工的权益。劳动基金受美国关税战的冲击，今年1到4月了1990亿，其中新制劳退基金了1305亿，平均每一个劳工是了10103块，引起个人的烦恼。劳动部长洪新汉强调，目前劳保基金水费维持上调的规模，而且劳退有保证收益机制，劳保是确定基础制，劳工权益未受影响。我们在这个劳退的保障收益机制里面，其实是有确保其实累积的收益一定会是不低于银行2年期定存利率的保障收益那这是劳退的部分，那劳保的部分我们是确定给付制，所以基金收益的波动是不会影响到劳保给付的金额。不过有立委质疑，政府干那靠半保劳保，缺口是愈补愈大，无法度解决劳保破产的危机。对问劳保最后支付责任是不是执法？入法是白纸黑字它确立政府的责任，让政府能够诚实的去面对这个问题那也让拨补可以正常化行政院跟院长其实也都表达是持开放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研议。针对台湾已经加入超高龄社会，立委表示，退休靠劳保劳退每个月加起来差不多是23440块，钱根本无够用，看到台湾下流老人情形恶化。洪新汉表示，加强宣导民众劳退主题，也要提高中高龄的劳动参与率。其实我们也持续的在落实我们在中高龄就业的专法上面那也因为这个专法，其实目前看起来整体的这个老年的劳参率其实是有提高的。另外，国内有155间业者放无薪假，有2831个劳工受影响。虽然劳动部有重点各出发计划甲各项安定措施，不过分别只有7间甲30间业者申请，成效无好。洪新汉承认有精进的空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真侪单位呢，钱甲你收的手也无洗，就去帮这食的物件，有影是足太高的。不过即马是药署今仔日有发布修正，这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范围要包含到只要是卖食的，无论是餐厅单位，袂当找钱了后，搁再去帮这食的物件。若这外送员也在内就爱甲这物件包好势，若做违反相关规定，上当罚2亿。头家当无用甲拄出炉盐茶放伫塑胶盒仔内底，边仔还有业者现场手工做点心，伊咧处理食材的时阵，拢会挂手落啊。若甲人客收钱找钱的时阵，就会甲手落啊摕落来，才会食食较袂受到污染。要包东西的时候，就手套戴着拿钱就会手套拿下来。我会脱下手套，然后去触碰到金钱。对，然后给客人，然后当我要再碰到食物的时候，再戴上手套。如果他现在用戴手套切，那等下收钱就手套拿下来才 OK 啊。因为最近真正出现食安的事件，为了服务业者落实卫生管理，卫福部药署测试发布修正食品良好卫生规范的准则，要求业者都要保留品管、检验、加量测的记录等等的文件，至少5年，而且下用的对象为原本的食品制造业扩大到所有的食品业者。包括一般的餐厅、点心档等等，而且精定业者做食的，甲食食收起来放甲供应，应该要有时间甲温度的管理。若伫咧煮食也是处理食食的时阵，同一个时间手袂当去摸钱，会当改用夹啊，或者是挂手落啊等等的方式，较袂交叉感染。调理其实食品从业人员手部不得同时接触金钱及其他有污染之物质。这些细菌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等等。那如果说老板收了钱之后，那也没有洗手，马上接下去来料理食物的话，就担心说这个细菌的话，就可能会污染到这个食材。
另外，即届嘛，甲外送的行业包括在内，要求外送员送餐的过程应该避免温度有真大的变化，食品嘛要完全保护好势，较袂受到污染。小苏强调讲，业者若违反相关的规定，会当向各地卫生局通报检举，限期若无改善，会当以食安法罚新台票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人去加油，拢等这油枪自动跳起来了后，讲要强制，搁再甲加互甜。环境部也提醒讲，这款强迫加油的行为会造成甲苯、二甲苯、一苯这寡有排害气体走出来，若影响到健康，也犯着空污法，上重会当罚10万块。开车到加油站，油箱拍开了后，救护汽油加到满，一般到一定用量了后，油枪拢会设计会自动跳停。不过有一寡民众惊油无够用，这时阵油枪会抽一点起来才补油。这做法叫做强迫加油，虽然目睭看袂到，不过其实因为无正确操作这个油枪，空气内底增加种有机的挥发物。TVOC 大约3500到5500 ppb 的油气会走线去，毋但危害健康，更加违反空污法第32条，应罚清理到10万块的罚款。合理啊，它那个油里面的那些化学物质都会挥散到空中去，对那个环境本身就不好，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子让它进入，否则的话。干嘛要那么多防护措施？鱼油会排出，所以反而也会造成污染。我觉得这是可行的了。罚多少？当然以现在的景气，罚越少越好。那只是一个警告而已。环境部也提醒，罚钱可能事小，危害健康更加严重。像油枪跳停了后，强迫加油，要加油了后动作伤紧，因为残油也未完全回收入去油枪，也造成有害气体氰管26倍，定为树立大量的毒气。经过我们的肺泡微血管，这些苯环化合物有可能呢就是会顺着血液循环攻击到我们的头脑了那这个其实本身呢，就是因为具有血管壁的穿透力，那所以说可能会造成一些长期的血管病变。油气里面呢，就有一些像苯、2甲苯这些这个空气污染物的这存在嘛。那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空污法第32条里面规范到的这个各级防治区里面的空气污染行为。不过，一般骑车、赛车的人加油时间未超过10分钟，违规行为是难以搜证。环境部是讲，是毋是真正的开发，会以执法人员判断为主。不过，也是希望民众加油时莫做出错误行为，避免为难工作人员也伤害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公路局有做统计，讲这新竹地区呢，1000人其中就8个人是驶电动车。调机关要求这消防单位要买一寡电动车专用的防火毯啊，这车底拍火设备来提升救灾能力。电动车导火，消防员赶紧来拍火，佮用防火毯来防止火继续扩大。新竹因有科学园区关系，有不少科技人才，电动车的数量也不少。根据公路局统计，大新竹地区的电动车数量是6都以外的第1名，大约每1000人内底就8人驶电动车。电动车现在里面都是锂电池嘛，所以容易起火的时候就很危险。我们希望更进一步的争取一些防止灾害更为扩散的设备，包含挡水板、热显像侦测系统、智慧通报系统、电动车底盘灭火系统等等。新竹县消防局指出，目前除了有电动车专用防火毯，车底紧急拍火装置以外，今年新竹县消防局会搁增加装备来提升应变能力。新竹市会举办消防演练，提升救灾能力。我们将在添购电动车防火毯6张，以及车底瞄准5具，以提升本局电动车事故的应变能力，以及本局同仁在救灾上的安全。锂离子电池它的受损的状态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其实一般民众不会知道。如果说大量的可燃性气体蓄积之后，产生有一个喷溅爆炸的话，可能都会造成一般民众的受伤。应该先赶快逃离这个电动车火灾的一个热区的部分然后尽快做报案的动作。消防单位表示，电动车会导火，大部分的原因拢是因为电池的关系，锂电池恐惊会爆炸，所以消防局也特别提醒车主发生火烧的时，要紧离开车辆，需通报消防单位，千万唔通家己想要拍火，以免发生意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偏远的学校老师是真恶吹，为着要保障学生的受教权，也要提升师资的品质。教育部对8-1学年度开始针对伫咧偏远地区服务，毋过无教师证的国小代理老师，鼓励因来读教育学分班，或者代理老师呢，通透过进修摕到资格去考教师证含正式的老师。也在今年也是头一届来推动伫中等学校的师资班，要提升代理老师伫偏乡顶进的意愿。全台湾的偏远地区各中小，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拢总有1126间，多数拢是交通和生活较无利便的所在，现在要找老师是真恶找。伫咧新北市的偏远学校野柳国小，都有代理老师做备20年的，拼到去年才考调正式老师。没错，我们要上第2课的什么？自救养马人。当年的教师竞选拢着准备试教，张义珍老师也是偏乡出身，大学是读气管系，为着教育的热情，2004年才去进修教育学程，然后考教师证，伫咧偏乡服务教单。同事他就要考那个台南的教育学分，也是要年资要很长才排得上。如果年资真的太浅的话，也无法被录取。张义珍表示，因过考教育学程，拢着和真侪人竞争，但政策改变，伊认为这对想要留伫偏乡服务的人来讲是真欢喜的消息，嘛通减少考调正式老师以前的应急消磨。不过校长表示，其实对偏远学校来讲，上恶处的其实是有特殊专长的专职老师，伊嘛希望教育部会当看到偏乡的困境。偏远的学校来讲，英语也是讲音乐这方面的专业的师资，阮要邀请代课是较无好邀请，补习社伊1点钟的薪水比学校比起来，伊外口教囡仔伊的薪水较悬啊。教育部自8-1学年度开始，为着要稳定偏远各省的师资，所以推动教育学分班，互伫咧偏远学校服务一段时间，但是无教师证的代理老师，有通上课进修，然后去考证书。如果你是由县市政府公开甄选禁用的代理老师，那你就是最近的3年内，然后在偏远地区累计满4个学期。然后还有一种是你在偏远地区的累计满10个学期，而且你表现优良的。另外，教育部表示，今年嘛是头届针对各种代理老师有开中等学校师资班。教育部希望透过安尼来鼓励伫偏乡地区服务的代理老师，通完成师资教育学程，摕到教师证，考正式老师，为偏乡的教育奠基。记者卢尚如、曾俊佑新北报道。开25亿起的代替红山车头，去年7月完工了后呢，招标2届是拢流标，找无团队来经营。调机关是认为讲，这车头呢无含捷运相接，人调无够济。捷运局表示讲，目前当咧规划当中的车线，若准备接这红山车头，会拄到真侪人家厝，也个弯弯弯弯的问题，这部分佫需要研究。代替开25亿起的这栋空中红城，也就是红山火车头。代替原地规划要结合8轨电影机顶业者来做一个多元商场。不过去年7月完工了后，经过2摆招标，拢无人来投。最近代替当咧进行第3摆招商。地方认为是因为这群甲火车头无去做伙，影响到业者意愿。民众也希望红山火车头会当甲高雄火车头同款，安尼坐车会较利便。因为有共购的话，转乘会很方便。像你从高雄过来的话，有这个共购就方便多了。人潮就会有钱潮嘛。目前也在规划高捷车线会伫大东站甲柑仔线相接，无进入红山火车头。捷运局讲，车线若是要走火车头的路线，兴建成本伤悬，需要高研究。对此地方表示，若是路线无改，希望会当有变通的方式。如果捷运没有办法在三铁公沟到凤山车站这一块的话，那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像北部的那个地下街这样，那我们串联到中山西的捷运站，串联起来更方便，那也可以就是集中商圈这样，让那个顾客或者是让这个商圈带动，然后有意愿让民众进来。高雄新县捷运局正研议规划中。针对外界的意见，我们会纳入评估规划。捷运局强调，针对地方的相关建议，因会进一步来评估。代替表示，红山车头第3摆招商收件到2月，因已经提出调降权利金、减少房屋税、甲延长启用年限等等的条件。8月会评选，希望2027年会当经运。记者柯家族副朝阳高永昌报道。台南的高捷车坎楼最近进行这30年来头一摆大整修，而且佫是有开放的，会当买门票入去参观。不过有游客认为讲，拢包起来也无物件通好看，佫爱伊个收70块，实在是真无道理。今嘛本法局也出面解说啊。
今日台南有代表性的赤坎楼，本正真有气氛的建筑，不过即阵刷灯咧进行整修工程，引起侪游客反映讲，伫整修期间入行看无啥物物件，门票才原价收70块，因感觉影响到权益，建议应该先免费，全部整修好势才收费。这个也不是盈利的机构啊，你是拿人民的纳税钱来办这个的，你这整修到处都是那个危险的那个喷架什么，对参观的民众也是不好。刚好是从新竹来这边，北部来的对对啊，我们讲的是在说里面是真的，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无啥好看。哎啦，安怎讲？跟我们以前的印象差太多了。是哦，收费感觉敢无啥特动。无合理啦。赤坎楼整修是30年来头摆大规模修复。文化局表示，工程是对111年开始动工，为着莫影响游客参观体验，才选择无关行，颠倒是用分期分区来施工。那第一期文昌阁去年年中已经完成，第二期目前也在进行。文化局嘛讲，因这回嘛特别委托艺术家来画府城历史文化导游，要让民众在这段期间嘛探有文化感受。那这对于古迹风貌一定会有一些影响。那所以因此我们特别委托了艺术家蔡维任老师呢来进行一个围篱上面的一个施工美化，他画上了昆戏子图。昆戏子图描绘的是台南400年来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进程。另外呢，在施工围篱上面也有小封神的彩绘。文化局长强调，施工围篱是高级整修期间的限定景观，期待民众把握机会来参观。整修工程按正年底完工，因讲会赶紧恢复完整的风貌。但票价虽然无拍折，费用拢是用伫咧台南古迹立上维护甲清洁。大家入行就是为台南的文化资产出一份心。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有创翠民众发现讲，有渔船使到宜兰南方澳豆腐角风景区附近，搁再放200公尺长的拖网掠鱼，唔但违法，甚至是影响到当地生态。就这创水的教练招技工，做伙去甲这的渔网整理起来。落海创水味原本想要看到美丽的酸湖大生态，煞只看到一张长度至少200公尺的渔网。有创水教练伫宜兰南方澳豆腐角创水的时，发现有渔民开船到当地违规放粮了后离开，亲像想要掠龙虾。我们把对人有害的部分优先清掉。创水教练詹凯雄号召创水职工今仔日到豆腐角清除海中的渔网，有来自法国、美国的外国人参与行动。詹凯雄表示，渔民这款的违规放粮已经不是头一摆。你没有抓到他，把他的执照吊销，他觉得说有利可图，他就继续放啊，反正。真的卡住了，有免费的笨蛋会来帮他清除。我们大概会从比较靠近岸边的这边开始先清，大概一段大概10到20公尺左右，一段一段的慢慢先清出去。南方澳豆腐角海底有大面积的酸澳大生态丰富，更加是真侪爱去水域游憩活动的人，会落水铺创水所在的渔民放粮除了会破坏酸澳大生态，更加影响创水人的安全。县政府表示，这款的行为违反几项法规，没有标示清楚，或者是遗失的渔具没有向渔会电台。渔会或者是我们海洋所这边做通报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依照渔业法的规定去做开罚。根据宜兰县政府公告，条例海域连环600公尺范围内禁止放粮而且粮网渔区拢爱有准号标识，若碰见无做通报，会当依照渔业法规罚。另外，南方澳豆腐角属于相港范围，依据相港法，也袂当有采集水产动植物的行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气象署有统计这海洋的资料，对1661年开始呢，台湾有21条海洋的记录，不过只有1867年的家人捌有这地动引起海洋的灾情，其他的拢无科学的证据。为了要找出这证据呢，研究团队有伫东海花找海洋石，目前有找到10多粒，甚至有2公尺遐尼宽的石头，这有可能是因为这大海洋对海底冲来到岸边的。东部沿海石头大部分拢伫海平的，敢若有少数会出现伫陆地。有传说讲，这石头是去互海潮的硬拍起来的。不过，东海花都兰部落90外岁的老人讲，在地早期就是真侪石头的所在，袂感觉奇怪，嘛无听讲海洋会甲大粒石头拍起来陆地。上一辈的，包括之前住在那边的人，他们都不晓得这个故事。不过，中央气象署的统计，从1661年开始。台湾有21条海潮的记录，其中东部就有10多解。不过，敢若有文字的描述，
为着要确定海扫发生的证据，中央大学甲台东大学的研究团队伫东海岸找海扫礁，锁定有可能去互大影拍起来离海较远的陆地，形体是超过2公尺以上的石头，而且顶悬有酸雾等等生物的分野来做初步的辨识。目前已经找到10多粒有符合这个条件的海扫礁。以前我们都认为台湾东部的海底条件不太可能形成，不过现在看起来有机会，但是这个我们要知道在什么条件下会形成怎么样情况的海啸。研究人员表示，海扫礁发现的地点可能符合东部古早时代海扫发生的方向，未来会当协助重建东部海扫模型，也有提供防灾规划。公视新闻台东报道。来看这位阿嬷呢，我嘛是伊的买将哦。最近有一个95岁盲情阿嬷，这伊的孙呢，甲阿嬷的这讲故事的影片铺上网络，真侪人看了是真介意。阿嬷的故事呢，会当对这日本时代讲到国民政府时期，而且伊的查某孙也专工去学这台湾字，甲阿嬷的影片上台文的字幕，咱做伙来听阿嬷讲故。我那遐嘛拢用掠怪呢，到人啊见到外省就拍，外省见到到人就掠，安尼，我拢掠去清杀掉。这位是最近伫咧网络真情的金座阿嬷，伊今年95岁啊，记忆阁真好，讲故事起来真趣味。阿嬷对日本时代讲甲国民政府时期，伊的祖孙仔就开始用低影音来替阿嬷做记录。是想足久，我10年捌了。金座阿嬷1930年伫咧家人出世，5岁无细哩，互厝边的人卖去查某囡。后来去老仓头苦读一段时间，才互人带转去厝里。转去厝里无偌久，阁互人带去暗溪做养女。即马伊阁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讲故事的网红，互阿嬷真欢喜。大家嘛足爱听我讲话，爱听我介绍真济开讲。阮遮树仔骹，我若去坐。大家拢啊讲我这粒头壳是宝，大家拢袂记啊。我来，我讲我听，我讲我听。查某孙讲伊自细汉就是阿嬷带大汉的，阿嬷拢会讲真侪故事互伊听，伊嘛想要甲阿嬷的故事记录落来，互搁较侪人知。现在伊也真骨力咧学台文字。阿嬷伊拢是咧讲台语，我就感觉我的字幕写华语会足碍药、足奇怪，所以我才想要写台文字，算是讲推广，互搁较侪人知影讲台语其实是有理的。查某孙讲，因为伊对台文字无熟悉，为着要带观众实在正确的台文字，每一支影片拢需要开3点钟的时间去查字典。伊嘛希望会当借拍影片的机会来提升家己的台文能力。记者陈选林旭凯新北报道。今仔日是历史天安门事件36周年。自从自2020年中国禁止香港人举办历史纪念活动了后，即摆这历史的追思纪念晚会，敢若台湾会当举办，由台湾几类民间团体共同发起的历史36周年纪念晚会，目前伫咧自由广场举办，有真侪民众主动来参加。咱也赶紧连线互人伫咧现场的台记者陈阿轩、林旭凯，甲咱讲这现场上最新的情形。是主播记者现在人就伫咧自由广场，会当看到现在活动正咧进行当中。啊，现场也有侪民团是家己准备白花佮蜡烛，提供民众来悼念、受难者来使用。这届主办单位也讲，伫咧活动进程就受到真侪恐吓的批，所以今年政府也是派真侪警察来做维安的工作，拢总有20位警察。就连陆委会副主委也亲身来到现场表达支持。咱来听现场上新的一段访问。恐吓批就是架甲迄个中正纪念堂啊，批内中就是讲吼，来参加的人伊要来抬，哦，伊讲伊他会拿刀、摕刀啊，到现场来抬这参与者。啊，今日陆委会。嘛传出来讲，有人甲寄恐吓信啊。这件事情并不会因为说它在我出生之前就发生了，所以它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的事情，会因为更多人的记忆，并且更多人对自己的提醒。如果说我们期待的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未来，比较理想的好的世界，我会希望留什么样的环境给下一代？伫台湾，除了自由广场有举办历史纪念晚会，伫咧228纪念公园也有一群香港人，因是流亡来台湾的，因也家己发起一个浙江纪念晚会。因讲，自从中国禁止香港人来举办甲历史相关的活动以后，台湾的存在就变甲非常有意义。另外，伫咧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也有一个日本人家己举办的音乐会，或者听台湾爱自由的活动，希望
大家唔通忘记历史的伤痕。以上是记者第一线林巧佳伫现场上新的连续报道，咱甲时间交予主播。来讲到今仔日6月7日呢，是中国天安门事件36周年。台湾真侪民间团体做伙开记者会，因批评中国政府答案以人士用尽办法想要渗透台湾，也呼吁台湾社会呢，就要重视台湾内部危机，守护台湾的民主制度。铭记六四，铭记六四，坚持人权，坚持人权。1989年，中国的学生伫咧北京天安门争取民主自由，涉及到中国共产党镇压有几千人死伤。中国历史天安门事件到今已经36年，台湾侪民间团体联合举办记者会，谴责中国的威权，声援中港澳的良心犯。亲像香港医传媒创办人李志英，也佮有真侪去互共产党长期监禁的异议人士。民团主张释放这个政治良心犯，嘛希望国际斗阵来关注。我们呼吁释放王炳章。释放黎智英，释放所有的中国政治良心犯。中共的一党专政是反人性、反民主，也是导致亚太局势不安的根本原因。这几年，台湾有中国间谍案，伫咧路人也有中国人士直绑台湾的校园。民团嘛指出，面对中国的威胁，台湾的立法院佮提减各项预算。民团就批评中国用各种方式要渗透台湾，嘛呼吁台湾社会爱重视咱的内部危机。立法院已经成为境外敌对势力攻击的新战场，也封杀了民主与国防预算。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宪政正遭遇空前严峻的重大威胁。民团强调，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中国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空隙，伫台湾纪念六四是徛伫维护人权和自由的坚持。民团呼吁面对中国政权对台湾主权的威胁，台湾人一定爱美醒，同齐来守护咱节节民主前辈流血牺牲才争取来的民主制度。记者卢尚祖、郑准佑台北报道。乌克兰车衫公开表示，已经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第3届攻击，这届是用水底炸药甲这桥墩崩坏。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对这军队指挥官进行改组，本地请示的陆军司令转去联合部队司令，希望会当提升前线作战能力。驾驶外面会当看到桥墩下面的水面，向有炸药爆炸，雨水喷到真悬。俄乌战争超过3冬，乌克兰安全局伫当地车衫公开10月8日影片，表示伫透早进行一届攻击行动，是第3届攻击克里米亚大桥。这个特别为水内底引爆1100公斤的炸药，损害桥梁水内底桥墩，还有桥梁侧面受损。对乌克兰这个行动，美国表示大声唔知影。Was President Trump informed in advance by Ukraine that the attack is coming? He was not. 乌克兰表示，过去3冬外，俄军利用克里米亚大桥运输士兵甲军事设备进行侵略行动，和乌克兰甲大桥当作是攻击目标之一。而乌克兰的攻击，和俄国伫7时早起，甲19公里长的克里米亚大桥暂时封闭4点钟，了后又个恢复通车。俄双方7日进行第2轮的面对面谈判，因不有关无达成停火协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了后伫7日宣布对俄军做战术调整，甲因为俄军攻击俄军的训练场，想要请示负责的陆军司令德拉帕特转任做联合部队的司令。Михайло Драпатий зосередиться виключно на бойових питаннях і призначений командувачем об'єднаних сил, щоб міг займатися фронтом на 100%. 对了，联合部队司令泽伦斯基个任命新的陆军伞兵甲无人机司令这人，对俄军的各种部队指挥官进行改组。伊认为这是提升前线作战能力的重要一步，甲新公里级别作战经验全面推广给乌克兰全部的军队。公司新闻台是唐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家人台北汤圆新竹对23度到29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3度到3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2度到28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